喂，你仲打機？做晒暑期作業啦咩？你大把時間啦，打爆埋呢隻 game先。吓，暑假仲有2日啫喎。 2日咁多？吓，2日？冷靜啲先，我有辦法。Miss， 我上個禮拜拎咗本暑期作業去中央圖書館做，點知唔記得拎喎。跟住我打電話去問，嗰啲職員話嗰本暑期作業同200幾萬本藏書撈埋咗一齊啊！佢仲話要1年時間先可以揾得返啊！我好心急啊，但係都冇辦法，都要等啦。Miss， 我真係有做㗎，我琴日已經揾咗成日，但係唔知點解揾極都揾唔到。暑假頭1個禮拜我就做好晒㗎啦，本暑期作業。我今日仲應承咗人攞返嚟借俾人抄添，而家都唔知點算。Miss， 我本暑期作業俾我啲細佬妹咬爛晒啊！你俾幾日時間我？幾日時間我會黐返好㗎。Miss， 我本暑期作業俾屋企隻狗食咗啊！佢仲未屙返出嚟啊！冇咩 Miss， 我明明傳咗出嚟㗎，會唔會係夾咗其他同學嗰度啊？今次我好俾心機做㗎，點解咁唔小心嘅 Miss 你？我唔想由頭再做過啊！我唔理你啊，你小息前要揾返俾我啊！小維，有冇人知小維同學有冇返學？佢病咗啊！Miss， 今年係我最想做暑期作業嘅1年，但係你睇下，暑假嘅第1日我就遇到交通意外，我以後都再做唔到你嘅功課啦。嗱，以上嗰啲嘢大家千祈唔好學。而家暑假得返最後2日，我哋好好把握呢2日，打埋啲機佢。你哋平時行街有冇望女仔嘅習慣㗎？吓，喺屋企都有望女仔嘅習慣。我講着咗衫嗰啲女仔啊，唉真係呢種女仔比較少睇係咪？